花西在地新聞，鄉親啊，大家平安快樂。今仔日是新曆的5月20，舊曆的4月初4，禮拜三。新聞的頭一條，來看高雄一個媽媽騎機車載3歲後生到一個路口，有一個26歲男騎士熊熊大轉彎，這個媽媽未付反應，全甲弄落，雙方攏摔倒在地。這個男騎士騎起來了後，火氣真大，毋但大細聲響，閣大力摔這個安全帽啊！加在警方及時趕到位，衝突才無擴大。後續警方查出來，這個男騎士竟然無駕照，予移送法辦。一台奧多擺騎到路口時，無拍方向燈，熊熊正滑。後邊奧多擺未付反應，直接弄落，雙方連人帶車摔佇塗骹。老母無顧家己，着急看囡仔的傷勢。後邊一個查某騎士爬去現場後。安全帽三起來摔，騎士閣大聲講講，就驚受到攻擊。老母緊將囡仔攬在地邊等警方到現場。年輕人被擦撞，應該不受傷才會那麼生氣吧？這裡的車速特別快，這裡衝出來的也特別快。你遮敢有定定喺車位路口啊？無啦，無定位啦，最後無偌濟人啊，真卡較偌濟人。這件意外就發生在4月28日下晡5點多。當時26歲的男騎士經過高雄阿蓮的民族路，無拍方向燈，轉正滑，造成後邊載3歲囡仔31歲老母未付反應，發生車禍，加載人攏無安全。碰撞造成3人手腳擦挫傷，意識清楚，送往路主秀傳醫院治療。雙方的駕駛、酒測值均為0，詳細的肇事原因。等待將警察大隊的分析研判。雙方無啉燒酒，不過警方查出一個男騎士竟然無駕照，違規騎車造成車禍，閣這麼歹性地，嘛互民眾看甲直直駭頭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